請嚟啦，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委員會嘅副主席林琳嘅。林琳你好。大家早晨。早晨。嗱，你形容咧2%呢個加幅咧係一個審慎嘅數字嚟嘅，可唔可以都講一講你嘅睇法啊？都見到有坊間當然有唔同嘅公務員團體啦，都希望嗰個加幅係比而家係多1倍左右啦。但係我諗大家都明白現時尤其是係嗰個環球經濟個影響咧，其實係幾大。經濟動盪啦，出邊啦，咁其實打仗前排都大家有對油價嗰方面壓力啦。我哋同好多一啲大公司都有傾過咧，佢哋都見得到第時嘅嗰個通脹壓力都會大。咁兼且大家都明白咧，其實政府嚟緊都有唔同嘅一啲城市建設啊、民生福利上面嘅嘢係需要去做咧。咁我諗審慎啲由2% 嚟去叫做取其中間數嚟去做咧，我深信呢件事咧，其實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平衡到各方面嘅一個情況咯。不過睇翻咧，唔同公務員工會嘅反應咧，都係表示失望同埋即係不滿。咁你又點睇咧？我諗不滿就一定會有㗎啦。咁但係個問題係，我頭先講啦，薪酬調查係大家頭先應該都聽到局長有講啦，其實係6大因素其中之一項啦。幾大情況，點解我咁着重去講個整體經濟環境同埋未來嗰個政府需要投資嘅嗰個資源嗰度咧？呢樣嘢其實係幾重點嘅，因為正話我口袋雖然而家有錢可以俾到你，但係我未來又要有啲不明朗嘅因素，我亦都需要預咗有堆錢要使嘅。我係咪真係咁樣嚟去做一個咁樣嘅決定咧？咁我諗呢一方面咧，我哋都係需要平衡各方面嘅。嗱，但係我哋而家睇翻啦，就係政府咧喺各方面都嘗試咧係縮減開支啦。咁但係今次個加薪如果落實咗咧，就會涉及嘅總公帑開支咧，大概係60億。亦都有一啲意見就話咧，即係呢個加薪咧，唔單止淨係講緊呢60億，亦都會影響咧部分公務員嗰個嘅退休金嘅政府要承擔嘅支出嘅。咁對於公共財政咧會有一定影響。你自己又點分析啊？你點樣喐咧都會有影響㗎啦，但係我諗頭先講啦，6大因素入邊都要平衡整體情況啦。咁如果你話你落到而家呢個情況，出邊都有啲唔同嘅喐動之下，你完全都係仲係唔加或者甚至乎凍薪咧，我諗對整體公務員嘅士氣咧都係真係會有啲影響嘅。我都明白有唔少嘅市民啦，其實都係唔係咁喜歡啊。我知道我喺Facebook post 一啲內容嘅時候，都有唔同嘅 comment 啊，會喺下面鬧我話點解仲有得加㗎咁樣？但係我諗各方面嘅因素平衡之下咧，而家呢一個係一個叫中庸之道嘅一個取決嘅一個答案咯。好快亦都講埋就係對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你嘅睇法係點啊？呢樣嘢非常之好啊，因為始終我諗公務員最主要，我哋唔應該集中睇話加薪啊定減薪，深入啲去睇啊。公務員嘅整體改革咧，唔係一個咁容易去做，因為涉及嘅唔同部門啊、內容啊，甚至乎嗰個治理效能嗰方面點樣可以提升咧，係政府嚟緊重中之重嘅動作啦。咁其實呢屆政府上任之後改咗好多唔同嘅內容㗎啦，已經係林琳有機會咧再同你傾呢一個問題。多謝晒你嘅意見。